感谢更替部长甲所有的防疫人员共同守护台湾。随着疫情来拓开，采检的范围不断来扩大，台湾敢有充足的量能会当来应付呢？目前全台湾有20间的病院甲实验室会当做检体检验，而且短4点钟内都会当确定是毋是有互病毒来感染。安尼高效率，伫世界是排头前的。伫咧实验室的医检师直接面对检体，为处理甲破脱，长时间暴露伫高风险当中，所以要有严格谨慎的流程，甲高规格防护的设备。像这个检体是用3层包装的团上箱仔落运送，检验的工作嘛必须伫咧微负压的实验室来进行。另外，台湾的医界学界嘛积极研发疫苗甲药物。咱就来了解这阵为台湾咧做防疫的幕后英雄，安怎抢时间甲病毒拼输赢。早起未9点，来自各地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通报的检体陆续送到位。这是南口中间医检部负责检疫病毒的分生实验室。那我们会先做一个这样的动作，去检查手套有没有破洞。医检署全副武装，除了隔离伊无菌的手笼，买挂2元，因为伊是近距离甲新冠病毒交手。全身的保护装都完成之后，我才会开始进行检体的接收与处理。3月9日，林阿雕是做了13年医检师，面对各种疫病甲临床医学上的病毒甲感染源，这摆嘛骑上防疫前线，甲时间的比赛，提出快速准确的采检报告。重点是要先把病毒给去活化。另外一部分，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萃取核酸之前，是先把细胞打破的一个动作。所有细节的动作拢必须要伫成本安全规划内面进行。头一步先做前处理，将阮检体，然后面仔放入培养水，所来蓝蛋白酶，加入杀死新冠病毒，避免萃取的过程中造成仪器内面污染问题。那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工作人员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帮助细胞去打破，这样我们才可以顺利的萃取到细胞内的核酸，还有可能存在的病毒。检体作业上5天，平均处理一件检体需要3分钟，最后佫放入自动萃取台内面。南口中间的病毒分生实验室是2003年上市了后，通过国际认证，虽然较无10平空间，却是防疫的重要堡垒。检体在这间微负压实验室经过处理以及萃取病毒核酸之后，就会来到这间分析室做聚合酶链锁反应。大约130分钟之后，就会知道病毒是否存在。把检体把核酸放到这个 PCR 的机台，那经过45个循环之后呢，这个讯号就会被放大。那阴性呢就会像这样子它是一个平的直线，没有任何讯号的上升。那当你看到有一个 S curve S 曲线的反应，代表这个讯号被放大了，代表这个检体是阳性的。检验流程复杂，功夫爱搁好，完成作业至少爱4点钟。以重症病来讲，一天分3批次接受检体，团队有9位医检师轮班，过年前就开始执行任务，一天平均检验30到40件的检体。昨天有开了一个专家会议，那针对这个为了要加强这个社区的监测所以我们有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启动所谓的社区的监测方案。2月16日，台湾出现武汉肺炎头一个死亡案例，不过个案本身并无出国的理由书，嘛不是已经确诊病例密切的接触者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唔敢大意，宣布17开始启动加强社区监测的方案。只要出国返来台湾，无论去倒一个国家，14天内，若是讲有疑似的症头，经过医生诊治判断，就需要采检。不过扩大采检范围，台湾敢有充分的量能？为了因应下一阶段的扩大的采检，所以其实我们有在增加这个训练的人力，那目前是已经到达12个人，所以我们大概也是希望未来我们的产能一天可以到达180、200次左右。宣布扩大采检了后，南口重建收到的检体向增加，大港平均有130件。
本来全台有11间特约病院实验室检疫范围放宽了后，陆续增加为20个单位。指挥中心估计2月底之前，就会使达到每一天检验1400件的量能。这一次的防疫其实是整个医疗体系的大动员，那我们检验只是其中一环。我们自己也可以感受到，从疫情爆发到现在，其实所有的单位大家都是互相在合作、在协调的，对，所以可以感受到说我们是大家一起在努力。医检署全力备战伫第一线闭关，因伫幕后却是防疫环节中袂使弃欠的关键角色。只是逐工甲病毒近距离的接触，等于是身在感染的风险中。我们平常对于所有的感染源都做非常多的教育训练，还有演习。我们还有面对过更高危险等级的病人体，那所以我觉得不会担心，然后会告诉家人说，其实我们在实验室有时候可能会比密闭的公共场合还要更安全一点。配合像包括疾病管制署，后来就是对于人员的生物安全这一块是非常的重视，那甚至也有这个生物安全智能评核啊，还有很多的规章制度的颁定呢。所以其实17年后呢，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台湾的实验室呢，目前在生物安全防护上面都有很扎实的概念，所以其实现在跟17年前比起来，真的差很多。救护车飞快地开进了和平医院急诊室，里头载的就是从3总送来的詹忠孝。2003年新闻中讲到的詹忠孝，当时伫国防医学院预防医学研究所的 P4 实验室，因为操作无设置去挖到SARS，伊是台湾最后一位SARS确诊的病例。经过治疗了后，虽然讲有老爸母，也毋过依然坚守本分，即马伫中研院上班。事后检讨实验室病毒漏泄，甲当年台湾无充分的 P3 实验室有绝对的关系。一般实验室分做4个安全等级，像大肠杆菌会伫 P1 实验室内面处理。第2等级表示对个人有中度危害性。即摆新冠病毒甲 SARS 是必须伫 P3 实验室规格，若有第4风险的伊波拉病毒，就要伫 P4 实验室。为了对照国际医学的公卫卡布 SARS 以后，台湾已经增设真济无同等级的专业的实验室。我们已经将外出的衣服换成了里面那一层除炎衣，不过这样还不够，因为等等我们要进入第2等级生物安全操作实验室，因此换上了这个全身式的无尘衣，防护必须做到滴水不漏。一则是保护人身安全，第2个是保护产品的品质。因为人体身上其实随时都有几万颗的微粒子或是细菌，所以避免这些东西影响到我们污染我们的现场。所以事实上，防护衣也是为了这个主要的目的。消防小组深入国家卫生研究院生物制剂厂的制定区，加早伫过年前就已经开始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苗研究。我们现在的规划可能可以在明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到治疗型的这个血清。那这个新的，那会有什么样的疑虑，就可能需要再评估。但是至少就是说，我们需要买一个保险。但是我们绝对不希望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。可是呢，我们希望说我们准备好了，不怕它来。武汉肺炎疫苗研发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会送来这间国卫院的第3等级动物实验室做动物实验。配合 P3 实验室严格规范，我无都入去拍片。新冠肺炎疫情一直传，全世界科学家又抢赵金东甲病毒的比赛。拢伫研究疫苗，台湾国卫院甲中研院2大龙头嘛，前后宣布完成被认为可能有效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物瑞德西韦合成。伫药品研发上有重大的进展。另外，中研院甲台大进前嘛开发出抗体检测的方式。到目前为止，在我们自己的病人当中，那可以看到，在初期刚住院或发病急性期的时候，是侦测不到这样的抗体。可是，在一段时间以后，就渐渐出现弱阳性，到后来就变成强阳性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套方式，可以定性的测出这个病人体内是不是有对这个病毒的一个抗体。武汉
汉肺炎病毒真面目公开，美国专家公布病毒的影像，认为2019新冠病毒看起来甲 SARS 以及 MERS 病毒差不偌济，不过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 SARS 的774人。美国研究指出，武汉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是 SARS 的10倍到20倍。它在上呼吸道量比 SARS 冠状病毒多，它在下呼吸道呢，它进入细胞能力比 SARS 冠状病毒快，所以它整个性质有利于它在呼吸道的繁殖。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世纪之役，咱伫风暴内面，面对新的传染病一直传，这款的历史时刻，唯有伫科学的引导甲医学全力的抵抗中，找到找到解药，终结顽强的病毒，让人民安心。